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是这个震动的消息来看，南北港合作已经讲真久，总算伫个昨顺利来整合。不过郭文泰退让真济，若要坚持全面调，甚至误差范围嘛让互对方，让甲参美国嘛硬气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佮特别打电话互郭文泰，甲问讲中国是毋是有介入？郭文泰讲打电话来问真正常。 伊有甲 AIT 讲过，讲伊未出怪牌，AIT 嘛甲回讲，相信台湾的选民未受到干扰。但是为虾米甲国民党最后协商的决定，甲伊的幕僚会议的结论无共款呢？郭文泰讲，伊嘛有咧反省。 我们柯主席高票当选，大强化关票当选，手续提把税头地来调化。郭文泰正统协商退一步，互美方嘛讲起，哪会做出这么大让步体？郭文泰讲，协商结束后迄天暗时下，AIT 电话卡来要伊解说详细，若袂害结果，敢有中国介入，所以来会指派当秘书长向美方说明。会维持一个基本原则，叫 no surprise。 到时候我们不会突然出怪牌啊！以 AIT 的立场打电话来问是正常的。AIT 是回应，相信台湾的选民未受影响，而且无论倒一个政党占优势，美方拢未大细心，只是先转若被协商无守掉全面调底线，郭文泰来讲出伊的心内话。我们当医生的缺点就是我们每天看到都是病人啊，病人不会骗医生的。 不过回到真实的社会，发现好像不是这样。是感觉防诈骗，或者是欢喜感官。郭文泰讲推翻幕僚会议的共识，到底这个决定，会是一个人卖传统，或者是一个人救传统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我也在反省了。柯代侯代对那个代销，跟那个柯对代侯对那侯对代。 这鉴别度差很大。对面调的方式，心肝内抑阁伫咧滚烫，规场访问郭文泰喊你讲甲会吹字拍角，毕竟家己参选要赢真歹，就算有委屈，嘛爱暂时吞吞。如果没有考虑个人的没有考虑个人考虑一个让不好意思，让老百姓可以心安一些小小的退让是可以的。不过我会知道年轻人。 你要叫年轻人投国民党就困难了，这个还要用力说服才有办法。一句说服，未来少年仔投予国民党，恐惊过一段真长的路，要继续加油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